教青局牛奶和豆奶計劃，目的是為培養學生從小養成均衡飲食的習慣。教育及青年發展局每年向全澳幼兒及小學教育階段全面推行牛奶和豆奶計劃。研究顯示，牛奶含有豐富鈣質，且容易被人體吸收，對幼兒的骨骼及牙齒健康有很大的幫助，亦有助幼兒增高。牛奶還含有多種免疫球蛋白，能大大增強人體的免疫能力。此外，牛奶含有的蛋白質、維他命及礦物質，如鋅、磷、鎂、碘、硒等，均為人體不可缺少的營養物質。牛奶除了富含營養及對兒童骨骼成長有正面影響外，亦有輔助水分吸收、減少不利健康的風險因素，例如減少幼兒消費含糖飲品的機會，提升兒童的專注力等好處。豆奶含有豐富大豆蛋白質，能提供人體所需要的必需氨基酸，能促進新陳代謝、修護細胞及提升免疫力。豆奶還含大豆卵磷脂、大豆異黃酮、膳食纖維、多種礦物質和維他命，有利於學童生長發育。